4強嘅席位啊！嚟，我幫你拎，我幫你拎。我係啱啱咧企咗落嚟熱身完之後，而家冇咁緊張。OK，放鬆放鬆。已經有贏嘅心態係咪？冇。係咯。我延續我老友藏老師嘅精神，524都係即係其實係咩嚟㗎524我哋生日524，即係呢個。咩策略我唔知，總之佢哋出錯咗手勢輸咗。 OK， 好。好，唔該，剛剛係咪直接第一拳5盤3勝？選手預備，開始。爆剪得。 1-0。唐哥有咩諗法？我問有冇人記得佢第二鋪係出咩㗎？佢學得幾好？有冇人睇一睇林婷啊？佢第二鋪係出咩㗎？啱啱。我第二鋪啊，啱啱對上一鋪。對上一鋪對住藏哥啊，係我出剪。好。好，林婷話諗到啦，好，準備，預備，開始。爆剪得。哎，真係諗到1比1喎。第三鋪出咩㗎？出4唔係，我出4出。所以你正常出咧，佢犯規就一個㗎啦。我睇下佢係咪又一次犯規啊？係1比1，1比1，3分就會晉級啊！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嚟啦！爆。可以企埋少少，我嘅爆，好緊張，好緊張。OK，嚟，預備，開始。爆剪得。 2比1。OK，2比1，阿叔檢查，hold 住檢查幾多隻手指先，睇下 Sika。5隻手指。 OK， 好。因為有一定㗎，我頭先唔係出4㗎，我頭先係出524。哦，你係出5千。哦，大攻手，大攻手。佢每一鋪要出咗5支。OK，好。好中意出包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好。 OK， OK。諗下先，之後音樂唔該。林婷你要連追2分先可以。係啊。後來居上真係好難，嗰個心理壓力好大啊。5秒時間。輕鬆。你贏多局就到佢唔輕鬆㗎啦。4、加油。 3、2、1，預備，開始。爆剪喵。喂，等陣先嗱，我哋你要退庭商議，有少少爭議啊。哦，嗱，因為咧，我哋係唔可以講包剪咩嘅。我哋一定要嗱，我哋包剪揼。個口令係包剪揼，同埋呢個手勢有爭議啊，唔係清晰嘅揼啊。OK 所以咧呢鋪唔計，重猜一次。好。嚟啦。 OK， 把握機會。警告一次啊，Sika。好，要明確手勢啦。好，預備，開始。爆剪得。3比1。非常明確嘅包住咗林千婷嘅揼啊！恭喜晒！哎呀，99唔能夠再次舉手啦。好，握個手。好，今場勝出嘅係 Sika。咁然後